呢度係珠海金灣華發保利天和，100億打造136萬平方高爾夫球場，低密度理想退休度假洋房及別墅，一座與綠意共生嘅品質居所。今日帶你走進105平方米嘅匠心戶型，半開放式廚房與客廳無界隔開，客廳設計舒適優雅，全景落地玻璃窗將高爾夫球場盡收眼底，簡潔不失高貴。四季綠蔭如畫，享受寧靜悠閒。三房靈動佈局，處處藏巧思，客衛乾濕分離設計，細節處盡顯貼心。開放式茶室打破空間束綁，讓靈感自由流動。客房寬敞明亮，景觀宜人，待客自住皆鬆容。主臥套房定義生活儀式感，全景飄窗慵懶晨曦模式，獨立衛浴車享私密時光。衣帽間讓收納整整有條，每一寸空間都寫滿精緻。金灣保利天和以高爾夫球場為庭院，精工設計實現生活理想，仲有多個戶型供你選擇。即刻啟程，讓美好日常在此生根。記得讚好及分享，期多謝你嘅參與，期待與你見面。